大家，我終於揾到我理想中嘅對戒啦！大家好，我係 Emily， 歡迎嚟到我嘅備婚日記。Step by step before we wed。自從被求婚之後，一直未有太大要做人妻嘅感覺，直至我拎到婚戒嗰一刻。最開頭我哋不斷睇唔同嘅大牌子，不過覺得佢哋唔係好 personalize。結婚對戒對我嚟講係一生一世獨一無二啦，所以我就唔想揾一啲經常撞款嘅 style 啊。因為呢個原因我就開始睇唔同嘅小眾品牌，然後俾我發現咗 Dignity D， 佢哋有20個唔同嘅日本婚戒同埋鑽戒品牌啦，哇，真係你噏得出嘅風格都有。第一次去其實都冇乜期望嘅，但係我嘅體驗非常之好啊，因為佢哋嘅店員全部好了解唔同嘅品牌啦，係即刻見到我就推薦到一個適合我嘅風格，講緊係一擊即中。最後我就係揀咗 Orakio， 佢係日本最大規模嘅方鑽婚戒品牌，散發住一種歐洲古典嘅氣質。而大家知唔知道鑽石中只有 2% 係可以做到方形嘅切割？佢哋嘅手工係非常之靚，呢個切割方法令到鑽石會特別通透啦，而鑽石嘅內部亦都更加清晰可見，非常有氣質又高貴，我真係一見鍾情啊！喺鋪頭其實我都見到其他令我心動嘅 brand 嘅。如果你想世上獨一無二的話，我會推薦 Yuka Hojo 100% 日本工匠手工製嘅戒指，而每一隻都好似講緊一個故事。又例如呢個高資源嘅 brand 睇落去就會精緻啲同埋公主多少少嘅。我自己真心覺得，如果你揾緊婚戒嘅話，你一定要嚟呢度，因為你會揾到好多一見鍾情嘅款式。